講起香港著名嘅漫畫，相信大家都會諗起李慧珍老師筆下嘅13點。今日小編嚟到灣仔嘅呢一個展覽，就可以見到好多李慧珍老師筆下嘅經典作品啦。而家睇返13點嘅原稿同埋封面等等，仍然覺得好靚好時尚啊！原來李慧珍老師對於時裝好有興趣。喺呢一度，我哋仲可以見到好多佢以前做嘅剪報同埋資料搜集添。除咗漫畫作品之外，我哋仲可以見到老師近年嚟嘅其他作品，包括刺繡同埋立體模型等等。唔可以唔提嘅呢，仲有李慧珍老師同埋 HKDI 嘅同學合作。喺佢哋嘅努力打造之下，13點嘅衣服以真人服裝嘅大小嚟到現實。想感受更加多李慧珍老師創作嘅幻想世界呢，就千祈唔好錯過呢一個展覽啦！